哋靜落嚟去檢視自己所擁有嘅嘢，其實我哋比地球好大部分嘅人豐盛富有得多。如果唔識得去數算自己嘅豐盛，開口埋口都話自己好窮啊，冇錢啊，哇，咁貴嘅，即係你只係專注喺自己嘅匱乏，咁自然就會吸引到更多嘅匱乏感覺。從今日起，唔好再話自己冇錢啦，唔好只係專注喺自己嘅匱乏，因為你嘅每一句說話都係好有力量㗎。你諗啲乜嘢，講啲乜嘢，自然就會吸引到啲乜嘢。呢個係吸引力法則嘅基本。練習每日數算自己嘅豐盛，感恩自己所擁有嘅，並且真心相信自己絕對值得擁有豐盛，有意識咁樣去感受自己正喺度享受嘅豐盛，衷心感到喜悅，令宇宙知道你為豐盛富足嘅生活由衷感到開心愉快。而家我哋揾一個安靜而不被打擾嘅地方，靜落嚟。你可以舒服咁坐低，或者盤起雙腿，雙手放喺膝頭上面，合埋眼睛。我哋一齊嚟做一個感恩豐盛嘅冥想練習啊！感謝宇宙，我正過住豐盛富足嘅生活。我嘅生活豐足有餘，衣食住行都稱心如意。只要我想，我絕對有能力去吸引更多嘅豐盛，因為我值得擁有，因為我值得享受。由今日起，我識得數算我日常生活中享受緊嘅豐盛，我識得感恩我正享受富足有餘嘅生活，我識得欣賞無論我嘅衣着用度、飲食出行都體現緊一個豐盛嘅人生。我感恩我所擁有，亦都由衷為所有嘅豐盛富足感到開心愉快。我從此放低所有匱乏嘅思維，我嘅世界並冇任何嘅缺乏。我明白，只要我想，我有能力去花費，我有能力去享受，而我亦有能力去吸引金錢源源不絕咁嚟到我嘅身邊，因為我喜愛豐盛，豐盛亦都喜愛我。由今日起，我識得數算我日常生活中正享受嘅豐盛，我識得感恩我正享受富足有餘嘅生活，我識得欣賞無論我嘅衣着用度、飲食出行都體現緊一個豐盛嘅人生。我感恩我所擁有，
亦都由衷為所有嘅豐盛富足感到開心愉快。今日就嚟到呢度，多謝你花時間一齊提升意識，鬆綁對豐盛同埋金錢嘅限制信念。Namaste。